來看經過7檔的調查，林保署今仔是發表日本時代森林計劃調查的新冊哦。冊內底有將近200張正珍貴的台灣地圖，嘛閣再重現講8當前咱台灣的樹林啊。嘛望公民就會當透過這些資料來了解8當前咱台灣的林業政策，嘛做伙來思考未來林業的規劃。一張搁一張手繪地圖甲筆記，甲100年前台灣森林的環境、樹種的品種，攏記錄甲真清楚。這些資料攏是台灣日本時代的調查員佇深山拿來一步一腳印完成的工作筆記。經過林業署甲學者8檔的研究整理，即馬甲這超過200張珍貴的地圖、等等的資料公開出版。那個時候的總督府山林課，它的地位其實就是相當於現在的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啦。然後由這一些林業人來負責替130萬公頃的這個森林來擬定我們到底要怎麼辦。就是未來不只是未來5年，不只是未來10年，而是永永遠遠我們的森林經營到底要怎麼辦？1925年，日本總督府正式啟動森林計劃事業，要做林業經營，所以當時有做林野圖甲林野調書。林業署表示，這些資料除了反映日本政府當時林業開發經營的方向，也是對整體經濟、自然環境、在地人文等等的記錄。所謂的這個計劃是完全由國家來主導的，在地居民是接受這個國家調查，然後最後的這個分配的這個結果。相較今天，我想我們更強調的是台灣林業的社區的參與，在地的這個參與，甚至是共同的協作。林業署表示，希望透過這套新冊，日治時期森林計劃事業區分調查資料，讓社會大眾了解台灣100年前林業的政策，嘛做伙來思考咱未來要安怎規劃森林永續。記者郭玉琪、曾俊佑台北報道。